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的《AM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针对作品时间，敢会搁再延长？目前内政部是做最后的确认，也强调替代役、相比役作品时间拢会变长。目前较紧张咧，隔离的副总统赖清德有伫面册表态，已经向总统蔡英文报告要竞选民进党的党主席。这个日头也有地球火车摆做一个天文机关阴暗上挖进地球，被看到遐尼大粒，即届看无到，阁爱等11年。真侪人拢伫咧关心讲，这年底进前敢会公告作品的时间阁再延长咧。这内政部的代理部长华建群表示，公告的时间甲影响的年次，目前正咧做最后的确认。不过华建群也强调，未来替代役和相比役，这作品的时间拢会调整到变长。年底进前是毋是公布兵役是毋是延长，外界拢在关心。内政部代理部长华建群强调，会先做一名进前前期的前置作业，毋过对公布时间甲影响移除亦然，要在做最后确认。毋过未来若役期延长，替代役也配合调整。后摆不管是常备兵还是替代役，时间拢预期拢共款，决定拢好做共款。那研发替代役无共啦，剩下拢会共啦。另外，有立委关心役人退费标准，根据111年度定编甲并质调查，甲6月已经退业役人有75950人，免役退费有17844人，比例超过23%。因讲是每4个人都有1个人免做兵。这个代志是民国1802年啦，那时候因为要政策的方向是要全募兵制。那个时候就把征兵的这个部分的 PMI 的体位等等做了比较大的放宽。那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们内政部已经主动提出调整的方案，也正在跟国防部在讨论当中了。黄建群表示，役人退费标准已经在调整讨论，时机适合就会做修改，修改了后就别安尼。基本上，甲国防部有共识，定数警员都应修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民进党的党主席，这个位是啥人要来接咧？面对境内苦劝，因为较紧当咧隔离的副总统赖清德，透过面册发文，强调讲伊要来登记参选这个党主席，也已经向总统蔡英文报告啊。除了这党务要调整，内阁也要进行改组。有风声讲，这行政院长苏贞昌初5有和桃园市长郑文灿会谈，双方拢表示有见过面，但是拢强调毋是讲内阁人数的问题。确诊隔离中的副总统赖清德，初月伫面册写决定参选民进党主席补选。伊表示已经听到各方的意见，经过向党内民主先进同志进一步定选，佮得到支持，也伫进前向总统蔡英文报告，会伫1礼拜去登记。要能够延续党的执政以及小英总统过去的努力，那么他就必须出来扛这样的一个责任。当然，他也有责任承担，把党带向一个未来，来符合大家的期待。消息出来，党内跨派系表达支持，毋过中国会立会，但后票初次伫中常会有无共款的意见，反对总统请示党主席由副总统接任。现今世界上权职无符合也无适合，将权力拢集中伫共一人身躯。另外，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无啥物表示。他加油，加油就对了。谢谢。高雄市民进党大败，除了党内面临重整，内阁改组呼声也愈来愈悬。风声苏贞昌伫初5甲桃园市长郑文灿讲诚久，也邀请郑文灿做副手。行政院透过换人正式双方有见面，毋过无讲到内阁人数。当然，在选前这个郑市长投入选举的浮选也非常的辛苦院长予以慰勉。那并没有外传所提到他们在谈话内容里面有涉及到内阁人事的问题。我想现在我就是把2个工作做好，第一个是市长的这个任期的交接，第二个是败选的这个检讨，各方面的意见要让它呈现。原本被看作是行政院长甲党主席的结盟人选郑文灿，因为论文的问题转做更久的角色，除了明确表示未参选党主席，支持赖清德顺利当选，佮强调2024年民进党总统人选只有一个，就是赖清德，伊会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九合一大选举了后呢，各县市的议会当咧进行正副议长的选举。不过，台南的民进党阵营却出现家己人拍家己人的情形。民进党立委陈定辉即期党团派出来正副议长人选区里里加林志典，甲客家88,000案件的中执委郭在钦关系真好，可能有这乌金介入选举的问题。郭在钦是发表声明表示，讲陈定辉是为着要替无党籍的现任议长郭信良才会出一步的。搭配参选台南正副议长的区里里甲林志典，以及互人牵涉到88抢劫案的中执委郭在钦，共同出席参会。民进党立委陈定辉前一天的相片质疑乌金牵涉到正副议长的选举，侧背阁讲乌金会影响2024的选战。88枪发生。我们就找不到郭在钦了，媒体也找不到他。为了议长、副议长，为了我的记者会，让他跳出来，实在是很辛苦。那陈定辉伫讲，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早起共款质疑郭在钦捌牵涉到顶一届议长选举，又搁控制这届议长选举，批评民进党扫黑是咧算假。面对党内同志甲拿赢做伙骂，郭在钦赶紧出来说明。陈廷辉委员硬是将黑的标签往民进党身上贴，是否是为了派系的议员跑票做铺陈吗？否则为什么要抹黑民进党？郭在钦讲，陈定辉替无党籍议长郭信良连任，这个抹黑，嘛是替共派系议员走票伫铺路。郭信良较早甲召集的时阵，嘛毋捌讲伊是乌金，帮助过我让我宽容度过难关的一个这些好朋友，我在此谢谢他们。但是这是另外一回事，难道借过钱的人就不能够选议长吗？这届台南市议会民进党208席，国家亲历的基进甲台联各一席，真有可能摕到议长位，毋过煞引起党内相杀。市长黄伟铁也呼吁党内同志爱团结。就是要一致性投票啊！如果没有一致性投票的话，跑票的话，那当然是要依照党纪来处分。因为一直互人讲甲乌道交结，为了显示扫黑的决心，民进党立委再去完成选罢法修法人数，搁要提高党团的修法提案。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只是要求相关部会甲修法爱伫后礼拜提报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立委补选，即国民党的参选人王芳薇提出，核2抢、核3抢就要延长运转时间，这核能议题搁再引起对战啊！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核2抢用过核电料棒，目前是无所在坑，所以无法度家提出来。也因为安尼先，才无法度来讨论敢要延后退休的问题。也那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希望中央政府赶紧来处理核废料。不过环保团体是认为讲，伫法规较客观的事实来看，这核2抢根本就无法度延后退休。台北市第3选区的立委补选，国民党参选人王芳薇，佮等出核2、核3抢延役，核能议题佮开始战。经济部长王美花讲，核2抢用过的燃料棒无所在收藏，无法度提出来，无法度讲延役的部分。池子满的话，它也不可能再有任何的使用。不论如何啦，这个新北市还是要让我们赶快把这个在燃料池里面的这个燃料棒赶快拿出来，这个还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核废料摆了很久，中央迟迟都没有动作，我也希望中央也要考虑核废料赶快来处理，这是新北市人的期待。王美花讲，核2的问题真清楚，就是燃料池已经满啦。那新北市政府无同意来去大石收坑设施，用过的燃料棒无所在坑，根本就无法度用。但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是认为讲，在法令和事实上，核2抢会使讲根本就无延役的可能性。核电厂在决定它是否延役跟处理之前，在前3年就必须要提出计划，经过审查也要经过环评。那目前是往这个处理的方向走。如果有人说是不是盖一个干式储存厂来可以让它运转的，那目前核厂是没有的，要盖可能要10年以上。崔素欣讲，核2抢用过的燃料棒，都是人在讲的高阶核废料，目前是无所在坑，就想要延役嘛做袂到。王美花讲，因为燃气发电伫碳排含空污的排放，拢比燃煤发电更较好。伫能源转型的阶段，爱较紧来增加燃气机组和再生能源的设置，才会当一摆甲燃煤的使用降低较济。这几档就是台湾电力建设的高峰期，希望会当顺利推进。记者综合报道。
伫新北市中和有一名姓卢的里长候选人，为着要当选，涉嫌去互中国的部门买手机，赞助一个里长候选人几多千几的快台记者，按算要伫咧选举期间来甲选民乌西。检方昨有去抄伊本人含12名证人呢，拢互带回去调查。专案的依照着反渗透法甲选罢法定法规进行侦办。趁共党议员候选人车队拜票，胜利的里长候选人竞选团队规定出来甲支持。参选里长专家总动员出动街后徛台有关选情，可惜到尾里长无选调，即马搁互检方调查。那这个是等于说是受境外这个大陆地区。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某一个部门的这个资助，来赞助这个快筛试剂。这件代志发生伫新北中区，检方发现姓李的查某人为着当选里长，涉嫌收中国官方赞助的几多千剂快台试剂，透过唔知影民众为兑换输入来台，按算伫选举期间乌西，伊甲12个证人切切互人搜查约谈，专案除了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也甲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检方故以违反渗透法来侦办。不好意思，那个我感谢采访谢谢。姓李的落选人询问了后，10万块交保，去伊住所采访对案情无愿意加讲。伊即届搁参选，到尾也是失败。即届叫合伊大选检调侦办候选人，也甲特定政党接受中国资助的案件，包括姓李的里长在内，至少已经有3件，是毋是真正有中国方面以台湾地方选举渗透干扰，也有待司法进一步查明。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初七有公布防疫新的10条措施，即放零检疫规定，包括无症状的感染者加轻症的，会当居家隔离就好。毋过民众也是真烦恼讲这疫情会憋开，真侪人就开始蹲喙暗骂。英国媒体也讲，中国根本也未做这个解除封锁的准备，也讲中国伫这个寒天疫情会搁再压起来，可能有上百万人会死亡。大家等到落做检测，中国初七公布优化防疫新10条，大大放零检疫规定，即马出门无困难。不过各地拢在蹲药蹲喙暗。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真侪款感冒顶现药是大杯，网络电商平台供应也出现紧张的情形。我们的话就是准备了一些感冒药，包括布洛芬之类的。我还是会有一点担心，然后我会经常做核酸。然后会备一些防护用品或者口罩、药物之类的。新10条措施包含无症状感染的人甲轻症病例应居家隔离，除了医疗机构无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也无对跨地区流动证券查检。设备各部门各详细公布，估计指南5天后阴性就应出关，各呼吁老大人爱注疫苗。在这里呢，我也希望老年人呢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为自己的健康护航。外界认为中国放零防疫措施甲白纸运动关系，甚至是落实了后上大抗议条。不过中国艺术家艾比比有无共款的看法，认为这场革命无法度动摇习近平政权，因为警察对因互示威者点点。Chinese people are very soft. It's not there's no religious group. There's no NGO. There's no any special interests. So it's very difficult to have any kind of community besides the Communist Party.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习近平只是因为中国民众抗议者被迫放零，中国根本也无做好解封的准备，也加高成本。那取消严格防控措施，伫未来当天，恐计有100万人死伫新一波疫情。记者综合报道。南韩前总统文在寅5月落任了后，按照计划搬回去故乡，住伫庄脚的老厝，想袂到却吸引一寡保守派的这个直播网青，一日到暗来因兜附近开网络直播，而且规工搁伫因兜的门口呢，骂一寡歹听话，甚至有一寡浪流连的人，把这款的代志当作工课伫咧专家。
离南韩前总统文在寅住邸差不多300公尺远的车路，5月以来，逐天拢有这种保守派示威者拿国旗提放上头，用各种真歹听话骂文在寅。因一面骂，一面用手机伫 YouTube 顶悬直播，分享予频道内底几落百个订户收看。一个月平均会当收到20万韩元，相当是代表4680块的捐款。 문재인 가처 체포하라, 자수하여 사형당하자 뭐 이런 걸 외쳤었죠. 예. 一个讲到共心情的网友，互伊温暖。这个失业真久的示威者真感动的讲，伊目屎都强要流落来。 없고 점심을 이렇게 후원해 주시는 분이 중국집에서 뭐 이렇게 배달해 주시게끔 그쪽으로 이제 통장에 넣으면은 밥을 이쪽 배달해 주는 거죠. 그래서 조금 전에도 밥을 먹었었고요. 伫韩国南部庆尚南道的平山村，差不多100外的村民，逐工都爱忍受遮大声的噪音。7月时阵，有居民挡袂牢，就报访法警来反制，不过显然效果有限。 저를 못 걷게 하고 그렇게 가둬놓으면은 돌 것 같아. 政治路线上有进步派文在寅在位5年，这个甲北韩来往，佮促成美国总统川普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世纪川金会。不过事实证明，北韩核武恐吓的做法并无改变。文在寅真侪努力颠倒激怒国内保守派势力，一寡网络批评者甚至骂伊是卖国贼，佮讲文在寅有意甲南韩变做共产国家。 These day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looking for the partisan news rather than objective media. So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opinion and polarization of politics is becoming large and large. So I believe so certainly the YouTube and the SNS actually reinforce this polarization of political views. And it could be problematic for democracy.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讲到这卡达世界杯卡球赛进入到前8强的比赛，不过北社伊港的争议却是愈逼愈大。最近，搁再传出讲，进前沙烏地阿拉伯队的训练区有一名移工死亡。这社运组织也去到国际卡球总会主席的家乡抗议，讲要替这受害者讨赔偿。伫比赛场地，这维护安全也做甲真严，拿出动这生化专家含军人，连多功能的巡航弹也是随时待命。世运组织提票议，伫国际卡球总会主席因凡蒂诺的瑞士雇主布里格抗议，要求立刻赔偿遐因为协助建设卡达世界卡球馆死亡，也是互人爆射移工。由组织发起请愿书，有72万5千人签署，内容包括设立差不多4亿4千万美金的赔偿基金。 His family actually moved here as migrant workers, so we're hoping that this is a timely reminder of the fact that he needs to compensate the many migrant worker victims of this World Cup. Thousands were abused, exploited, and many actually died. And his legacy right now is really on the line, and so is FIFA's. 卡达官方并无公布外国籍移工的死亡数据，各方人权团体所讲的几落千人死亡的讲法。进前世界卡球赛沙烏地阿拉伯队所使用的训练區，传出有一个工人伫比赛举办期间死亡。卡球总会甲卡达政府拢表示，若做调查了后，确认承办公司有安全疏失，就会进行起诉甲罚款。这个死亡工人原来得到合理的赔偿。 另外，为了确保所内的8强比赛甲现场球迷安全，主办单位启动代码叫做“减零行动”的维安任务。号名代表卡达的阿拉伯减零，那委托生化专家巡视会场每一只椅仔，是毋是有辐射，还是有毒的物质？佮出动这台有3D 雷达系统的巡航弹。 Attualmente l'unità è impegnata in un'attività di pattugliamento con altre nazioni. Abbiamo nel mare altre unità americane, inglesi, turche e pakistane con le quali si è instaurato un rapporto di ottima sinergia. 由560外个专业的意大利军人组成的维安团队，那模拟安怎应付自杀炸弹的攻击，嘛出动警犬搜查车内爆裂物。即马世界卡球赛伫要进入上精彩阶段，全体工作人员对这4年一届的世界卡球大代志维安任务嘛。 唔敢大意。公司新闻牛燕编译。
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报告指出，讲这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伫咧扫除乌道犯罪集团施行临时紧急状态期间，可能有随便乱掠人，甚至甲人掠来虐待、苦毒一寡违反人权的行为，上无造成86个人伫咧拘留期间来死亡。另外，讲到这洪都拉斯甲牙买加，系因为政府要来宣布灭乌道，互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接着大讲推啊，警察破坏大门了后，入去搜查。中美洲国家萨尔瓦多这个月初动员1500名警察甲8500名士兵去首都圣萨尔瓦多掠乌邦真书。即马所传出伫掠人甲拘留的时阵，继续出现违反人权的状况。El tipo de política que ha venido siendo implementada bajo el gobierno Bukele en el marco del régimen de excepción no solamente no es sostenible, sino que además puede reciclar y generar nuevos tipos de violencia y en últimas, que es el grueso de nuestro informe, genera gravísimas violaciones a derechos humanos. 人权观察组织甲萨尔瓦多司法会营利组织 CRISOS 切切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受到今年3月乌邦暴力事件，有90多名民众受枪杀影响。总统布格雷宣布进入临时紧急状态，佮暂停宪法权，对涉案的乌邦大规模的掠人。萨尔瓦多的扫乌行动已经逮捕超过58000人。期间发生凊彩逮捕民众实施酷刑，才违反人权行为，造成至少86个人伫拘留期间死亡。同款是中美洲国家，嘛是台湾的友邦洪都拉斯，设立动员数千名的警察进入国内上端2个城市，包括首都德古西加巴甲圣布。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认为，欧邦控制这个地区的散架区，对民众也是企业违法扣税，这个区域会实施紧急状态扫乌，一直到正月初6。若是加勒比海国家牙买加嘛，因为乌邦暴力事件汹汹增加，初6开始，包括观光景点蒙特哥贝等等真侪地区，拢进入紧急状态。因阵政府伫无逮捕令的时阵，逮捕民众甲搜查，也毋过嘛引起反政府人士的严厉批评。国视新闻台同朋友。讲到这罗西亚军队，因是继续伫咧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基辅市长查一警告讲，这寒天的温度会一直降，无水无电的首都，可能会亲像世界末日迄一样。这罗西亚总统普廷表示，伫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可能会是长期的，毋过袂有第二轮行动。伊也强调讲，这罗西亚无伫咧起笑，袂大声使用迄类武器。俄乌战争已经9个月，俄国本土空军基地遭到攻击了后，局势佫出现变化。俄罗斯总统普京初次伫俄国人权委员会表示，确保威胁咧提悬，毋过俄国袂凊彩去动用。Такая угроза нарастает, здесь чего греха таить.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Россия ни при как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не применит первый, но если не применит первый, ни при каки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значит, мы с ума не сошли, мы отдаем себе отчет в том, что такое ядерное оружие. 毋过，普京也强调会用去找手段保卫领土甲朋友，佮控诉伫其他国家部署战术核武器的是美国，毋是俄国。同一个会议也罕见表示，特别军事行动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毋过后人会进行第2轮动员。伫这时阵，俄罗斯依然继续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互首都基辅这个所在继续陷入人员欠缺的情形。基辅市长切切警告，未来乌克兰气温会降到零下15度。基辅恐怕出现世界末日同款的景象。Київ може бути неструмлений без водопостачання, теплопостачання, взагалі апокаліпсис може відбутися, як в страшних голлівудських фільмах, коли місто в домівках неможливо буде жити, враховуючи низьку температуру. 基辅市长指出，若完全停电，建筑部就爱排水，若无水会冻起来，破坏建筑结构，加强水网络。到时阵360万的居民会无法度踮伫室内。毋过基辅目前只有500个提供烧气的避难所，无可能容纳这么多人。伊呼吁外界提供发电机来援助，各居民准备好紧急的物件。公视新闻齐欢迎朋友。
对台湾真友善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最近来到台湾访问，伊捌讲过台湾甲日本是兄弟啊，支持日本协助防卫台湾对抗中国，甚至认为日本有可能会承认台湾。另外，美国、英国、澳洲三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伫咧美国开会，美国表示会增加对澳洲的军事支援，外界拢认为这应该就是为着要应付中国的军事威胁。そして民主主義の世界中の国をしっかりとコミットして台湾を孤立化させないこと、それ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几啊届伫个国际场合讲到台日关系是一家伙仔，立场是真友台的日本前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即马疫情转好，总算来台湾访问啊，而且嘛出版伊的新册。伊认为讲面对中国的侵略，民主国家拢应该爱防卫台湾。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也若日本未来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嘛是有可能的。台灣をしっかりと民主主義の仲間国家としてしっかりと認めていける、そういった時代が来ることを信じてます。そのために尽力します。日本最近几啊屆关注台海和平，美國嘛傳出會伫個國會各項授權法案，授權軍事援助台灣100億嘅美金，可能間接認定2027年進程是中國拍台灣嘅高危險期。美國有盟友對抗中國。美國、英國甲澳洲三國嘅國防部長初次舉行會議，討論安怎加強安全合作，確保印太地區嘅和平穩定。美國會大幅度增加伫咧澳大利亞嘅軍事資源，卻用看作是對抗中國嘅重要指標。Over the past 15 months, we've made great progress toward identifying a pathway for Australia to acquire conventionally armed and nuclear-powered submarines. Today, on behalf of President Biden, I want to reaffirm the U.S.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at Australia acquires this capability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date. 美國副國務卿薛曼嘛甲意大利外交的高階官員伫羅馬見面，雙方伫會中表達反對各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為，嘛強調講伫羅西亞粗殘攻擊烏克蘭百姓甲建設的時陣，會共同支持烏克蘭。記者綜合報道。中國在6月時陣捌用台灣幾多間食品加工廠違反相關規定，宣布停止白帶魚、白人等等的台灣農漁產品入去中國。今麥閣再傳出講要鎖定台灣的蚵仔甲三肉，甚至會擴大到禁止全部的魚產品。農委會在暗時6點的時陣做出上階新的說明，副主委陳俊貴表示，目前已經知影有100多件無完成補件的註冊申請案受到影響，會找出相關的管道協助完成。也來講到這受影響的海產，以就魚蚵仔甲三肉為主。為宣布禁止台灣就班白帶魚、濕破魚了後，中國對台施壓閣出招，紅城即擺鎖定蚵魚甲三肉被禁止輸去中國。中國閣拍算進一步禁止所有台灣水產品。農委會初八暗時親身出來講話。我們受影響的魚種基本上是魷魚、秋刀魚跟五仔魚。那只有在100多件有申請，但是被暫停銷往中國的案件，正在洽我們的相關的食藥署，循相關的一個管道去向中國海關總署去查證這樣的一個程序，還有沒有什麼需要補件的地方？根據農委會統計，甲今年11月，台灣三肉出口11125噸，上大出口國是韓國，第二是日本，第三是中國，差到1573噸。蚵魚出口7679噸，外銷主要到中國，就佔5246噸。不過國內遠洋業者認為，中國閣禁止台灣魚產品，政治手段較濟，對養殖業衝擊較大。不過國內遠洋漁業依然有優勢。他們喜歡白帶魚。他們喜歡魷魚，嚇我們的啦！他們到時候他還是會買的啦。兩國關係陷入冰點，中國繼續對台灣經濟制裁。今年8月初，美國眾議議長佩洛西來台灣訪問的時陣，中國就先公告台灣無完成生產企業註冊更新的食品業者暫停進口，構成400-500件業者受衝擊。然後佢暫停台灣的柑仔類水果甲冰的白帶魚、冷凍的濕破魚出口中國。記者綜合報道。繼續來關心國內疫情消息，國內在今仔日新增加15000外本土病例。指揮中心表示，講這疫情有穩定伫咧降落來，針對年底大型活動，未另外閣再做規定，不過會尊重地方政府的規範。
高端疫苗不管介绍还是入境别国，也被互人认可。选举前引起袂少负面的评论，新冠肺炎可能会变作流感化的趋势。国产疫苗敢还佫有继续研发的必要性哩？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召集人李炳英像广播节目的时阵表示，除非亲像流感每2-3年出现大变化，安尼无伊认为无真大的研发价值。没有很大的价值。那如果高端的那个哥伦比亚的团结实验，有公布的话，也没有意义了吗？的意义就不大了，它的意义就在肯定它的疫苗哦，然后还疫苗一个清白。国内七八新增加15227个新冠本土确诊，37个死亡。针对中国最近放零防疫，宣布新10条防控措施。指挥中心认为，中国最近确诊数字降低，这只是短期的情形。佮讲中国疫情渐缓时阵，加护病房需求量爱110万间，不过当地干6万间，医疗白金是大问题。咱国人未来2-3个月就会当回来台湾就医。未完整接种疫苗，甚至家里有幼儿的，都可以考虑返国。如果有医疗需求，那回到国内会比较便利一点。记者会无看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义军，因为伊确诊新冠肺炎出现然后颈骨痛，才会镜头，喙炎零放零，互我唔免挂喙罨。指挥官王必成是讲，看大部分的人也是会挂喙罨。伊认为疫情也搁伫个稳定降低，对于年底的跨年活动未另外规定，尊重主办单位、家庭、政府个别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宜兰的市雅场检出国内头一站 H5N1 的禽流感，2礼拜过后，伫台南甲高雄同款有病例发生。今仔日伫云林咧也同款有一间市雅场发生禽流感，即寡番鸭全部拢爱灭掉。农委会表示讲，袂当互这病毒传开，避免鸡肉抑佫鸡卵介绍会受到影响。防疫人员穿防护衫，彻底消毒市雅场。云林动植物防疫所主动体检，确认水拿这土番鸭场感染高病原 H5N1 病毒，捕杀25000多只鸭米啊。前一天，台南关田土番鸭场也确诊 H5N1，捕杀15000多只肉鸭。目前半径3公里内21个养殖场，扣除工厂其他全面采检。因为人员你要采样，一定就会进到场内，场内看起来如果是正常的，一般就没有问题。高雄六条肉鸭场也因为验出 H5N1，捕杀2000多只。农业局呼吁农民爱主动通报，若无捕杀无补偿。主动通报去配合采样，这个部门拢有合理的补偿。宜兰种鸭场验出 H5N1 2礼拜了后，高雄台南也发生7八个增加婚姻，这4个拢是活湿地海边。农委会研判应该是杜鸟传播的毒感染事件。不过国内要全力防堵，因为若鸡仔会着恐惊重创产业，即嘛连进口技能拢有困难。每一个国家的蛋品都缺乏了，所以我们也不太可能有机会从别的国家进口。除了鸡蛋以外，当然我们的鸡肉也是一样，都是一定要在这个冬天要能够安全的度过。农委会指出，美国因为禽流感欠卵，即马卵一粒是9块，比台湾较贵。英国也因为欠卵，买拢要限制。这当天国内绝对爱提悬防疫层级，做好生活防治。这个疫情因讲是国内鸡卵甲鸡肉保卫战。记者综合报道。伫英国台语片时代，就捌出现着这中华八卦山的这大仙佛祖，这代表讲这大佛祖已经是历史真悠久。这中华八卦山的大仙佛祖整修工程等咧收尾，这大仙佛祖的面已经现出来了。不过民众说是问讲，这色水奈看起来怪怪的。县政府甲宗教团体拢讲，因为这佛祖长期以来风吹日晒，才会变色变乌。这届的这个油漆色是呈现英国面貌尔。伫全台湾拢真有名的中华八卦山大佛，整修工程来到上尾，最近开始甲营架含墙围拢拆掉，总算会当看到大佛啊！真侪人伫遮翕相，但是民众嘛讲大佛的色无啥共。以前是深咖啡吧，现在颜色比较淡，像巧克力颜色啊。我觉得颜色比较鲜艳，然后整体美观会大众化一点这样。
1961完工的八卦山大佛，捌奉叫做东亚的第一大佛。2002年是登录做历史建筑，但是因为风一直吹，日头一直晒，互伊外观拢落漆啊，内部阁严重的漏水。官府甲文化部是争取3100万，今年3月开始修复工程，包括大佛的气筒含磷灰藻是先做防水，表面嘛钉漆。正前大佛的色是较暗的乌色，整修了变作较光的乌红色。中华县文化局讲，这是分组审议委员和宗教团体讨论了决定的。考量都以后修复完成之后会逐年因为氧化关系，颜色还是会逐年变暗等等考量，所以大家的共同来择定是一个希望大佛是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色泽部分是比较偏亮的大佛从民国50年竣工以来它的色系没有变，都是古铜色的体色系，只是因为怎么样受到太阳啦、雨晒啦各方面的影响，所以你们看着有时候会比较黑一点。八卦山大佛风景协会讲，大佛完工以来拢是用这个色，只是因为生线会渐渐变较暗，民众才会感觉和记忆无啥同。整修工程明年1月就会当完工验收，拄好拄到中华建馆300冬，民众都会当挖较近的看到全新的大佛。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观光顶景点看山来看到高雄去，有36年历史的高雄寿山动物园休困500多天进行翻修。这动物园要伫咧12月16重新开幕试营运，为着要避免这人伤过济、伤过客，再去动物园进行人阵的压力测试，开放附近的幼稚园这囡仔来，也有这领养园区动物的民众，大概有400人成立来参观。一入来动物园，就看到真古锥的虎蟒，好奇伫咧看玻璃外口的民众。16就要重新开幕的高雄寿山动物园，先做人群压力测试，开放附近幼稚园甲有领养园区动物的民众400人入场参观。我觉得不错啊，变得耳目一新。整体看到动物的就是生活环境跟相关的设施，就觉得有所改善。园区新引入来的水豚古锥的模样，吸引囡仔徛伫围栅边仔欢喜观察。另外，新设的空中步道，探过大部分的园区，互参观的路线嘛变了较丰富。Are you happy? I am happy. 水牛甲迷你马做伙食草，揢条围栅，互牛甲马等动物做伙生活，接近自然的状态。寿山动物园经过518天的改建，希望增加园区动物的福利。我们的黑猩猩原本我们是必须要透过大铁笼，游客的视线难免会被铁笼所切割。那我们这次的话，未来我们就设计一个，就是让黑猩猩可以自由的活动的开场空间。搬到寿山已经有36栋的动物园，人仔等设备拢渐渐变旧，改建了配合寿山自然的地理环境，营造新的展示空间，嘛互民众思考人甲动物看甲互看之间的关系，互游客甲动物会使友善共存。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开12亿起的这新德棒球场，因为球场设施有欠点，先停止使用。经过4个月改善甲勘查，市政府总算宣布，目前27项改善意见，拢已经全部完成。职业棒球工会初5来到新德棒球场，针对外野草坪碎石的问题，甲内野红土、电火照明、球员休困区等等27项改善意见，进一步做勘查。确认目前已经改善完成。勘察完了以后，我们确认这些改善是已经告一段落了。那告一段落以后，接下来工会针对后续的这个球场的启用，我们会继续关心、继续追踪。那如果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地方，或是跟联盟和球团这边合作的地方，我们也会继续努力。新德市政府表示，棒球场改善计划进度目前估计12月底会使顺利完成，4月末邀请球队进行测试比赛，所来第启动验收程序。中职球员工会回馈的27项建议都已经改善完成，改善成果符合工会需求，后续将持续邀请球队来进行场地测试，并做灯光调整。此外，改善小组也进行球场多项的一个优化工程。经过4个月改善工程，民众拢希望新德棒球场会使赶紧完成测试，顺利迎接明年的职业棒球比赛。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常常听人伫咧讲卖茶讲茶香，卖花讲花红。若阵真正有伫咧啉茶民众，你一定知影讲，咱台湾茶会当是讲世界级的赞。
这阿里山是台湾出山高山地一个山区，嘉义县政府对12月初10到18要举办自控制之高山地岛的一个扑地会活动，有7个主题馆，也有1个户外场区，结合着技术，要互民众对这林地有全新的体验。设计师小界地势的空间，有若有山水画的背景，头顶的电火嘛是专工用杯仔设计。嘉义县2002年的扑地会，要用时尚艺术的气氛，互民众林地有新的体验。其实你可以花一点点功夫，把家里的茶室稍微做一点点整理整改，然后就可以让它变成是一个外国人的朋友来，或者是好朋友来到家里，都可以坐下来，然后去品茶的一个好地方。嘉义县2002年高山地岛的扑地会，暗算12月初10到18，伫嘉义县中部农会金南分部来举办，要用7个主题甲1个户外展场，小介嘉义县的地甲咖啡。我们很多的茶农会来这边展售他们的茶，还有咖啡，所以来这边可以看到时尚，可以了解嘉义茶的历史，来这边可以看到嘉义最好的咖啡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设计团队表示，这间地是就是要让民众知影地文化的展现。伫活动开始了后，嘛会直接展出真侪地具甲艺术品，希望推广高山地，嘛会当提升林地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会当注意这天顶的火星枪，也就是这一头地球火星连做一条线的天文现象。台北天文馆表示讲，因为这届是最近这几年上晚近地球的这火星枪，后一回若准备看到遐尼大粒的这火星呢，可能阁要等11年咯。叶皮无记火星伫今年当中，12月初8这天看起来明显较大。天文馆讲，这天号做火星枪，就是火星离地球上近的时，大约2等瓜发生一摆。我们知道地球绕太阳是1年的时间嘛，公转太阳是1年的时间，可是火星呢，公转太阳是2年的时间。好，那再加上因为火星离我们地球比较近，所以你要3者刚好排列成一直线，你要去算它们的那个周期汇合周期，那它的汇合周期就会落在2年再多一点点。天文馆表示，火星枪的行星原理就是太阳、地球、火星加做一条线。这时阵的火星会离地球较近、较光。研究员讲，虽然初8下晡1点42分是推测真正连做一条线的瞬间，但是只要气候稳定到暗时，甚至前后几天天文媒拢看有。不过，若今年慢一步要看到拄好甲这届火星拄好大小，就要等。下一次你要看到跟今年一样这么大的火星冲，你就必须要再等到2033年，好，你看到的火星冲才会跟今年的大小是差不多的。天文馆解说，冲力敢若外行星才会发生，因为甲火星连线，所以号做火星枪。其他亲像木星、土星等等，拢是一当一届，只有火星是2当一届较特殊。另外，最近嘛有流星雨通看，12月14是双子座的流星雨，估计上侪1点钟通有150粒。记者陈文丹报道，台北采访报道。前几天才拄人伫咧念讲，这12月天哪个遐尼热，想袂到这几天天气虽反冷，后礼拜阁有一个寒人了后，头一阵的冷空气。气象专家指出讲，全台湾可能会出13度到15度，而且冷气团一阵啊一阵来，会愈来愈明显。天气乌乌暗暗，台湾北部甲东北部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一直拢是落雨天。气象专家彭启平表示，这礼拜气温会亲像落楼梯，后礼拜3是今年冬天第一波降温，气温会来到14度左右。预计呢，下礼拜3、4开始，可能会连续大概有4、5到5天，有一波新的冷空气从北边直接往南冲，所以台湾呢有机会到达冷气团的标准。那冷气团呢，我们预期它的温度在台北部的区域可能会落到13到15度。我们过去这几天其实大概呢已经降到14到16度左右，所以它预期还会比现在大概降2度到3度左右。专家讲，今年冬天虽然晚到，不过冷气团会一直来，气温明显下降，袂亲像英国迄款暖冬的状况。寒天一个来，民众嘛会想要食补。对着这波降温的趋势，中医师提醒，有慢性病甲心血管问题的人食补会使，但是爱配合一寡凉性的菜色，以免补过头。
麻辣锅啦、麻油鸡啊，可能它这里面有些药材会放进去，黄芪呀，然后有一些桂枝啊，然后增加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有慢性的人呢，我们还是建议说，可能要是什么，不要太温补哈，轻补就好了。吃了以后可以呢补肾，然后呢可以这个就是驱寒啊，这个部分哈，用一点姜啊、葱啊这样子来。不要太过于这个，就是太补。医师表示，除了食补以外，有运动习惯的人嘛会记得，等日头出来，寒气过，较烧热的时阵，较出门，互血管收缩，卖遐激烈，才袂造成中风，也是心脏无力的意外。记者麦上用丹保罗台北报道。世界羽毛球联盟所举办的年尾总决赛，昨开始比赛咯。台湾球后戴资颖伫小组赛头一场对战中国选手何冰娇却输去。接落来，这比赛拢爱赢才有机会晋级。另外，台湾一个周天成嘛是输予新加坡的选手。2022 BWF 羽毛球的年尾赛，咱国出局的选手戴资颖，黄昏伫女子单打 B 组小组赛头一战对中国的选手何冰娇。戴资颖头一局要领先，不过去互对手约到18分平手了后，这球无通反击，了后何冰娇摕到局点机会，两个人来回几啊球了后。戴资颖两届想要伫个网仔头前放小球，不过力头准则了无好势，落尾手挂网，以19-21头一局输去。BWF 羽毛球的年尾赛，敢若有9季分数积分前8名的选手才会当参加。今年原底要伫个中国广州举办，不过因为当地防疫政策，临时改伫泰国曼谷举行。第二局戴资颖捌输人9分，不过伊并无放弃，一路约到18分平手，尾也连续2球出界，互何冰娇以21分比19分赢去。戴资颖去对手连赢2场，接落来伊阁爱甲当地泰国的选手伊瑟农甲布沙南对战，不过油门来拢催落，拍赢才有机会晋级。迄若台湾的选手周天成，同款黄昏伫 B 组，头一场对战新加坡的选手陆建佑，双方世界排名是伫第4甲第3。头一局陆建佑是直直用杀球来提分，互周天成是伫被动的局面。就算伊拍拼足分数，尾后还是以15分比21分，去互对手摕到头一局的胜利。第二局陆建佑还是依持强攻的拍法，周天成拼死一直约分数，不过尾手也是去互对手即个网仔前向甲球压落来，摕到赛末点。落尾手周天成去互对手连赢2场，因若刷落来要对战印尼的选手金廷甲克里斯迪。公司新闻郑伟仁、蒋建光编译。因为登起未来这出电影青红的查甫明星米高福克斯，伊伫29岁时阵得到帕金森氏症，伊拍拼对抗病情，勇敢面对，佮成立基金会协助这个疾病研究，希望会当帮助到更较侪人，也互伊摕到人道精神奖。It is truly an honor to present the Jean Hersholt Humanitarian Award to my friend Michael J. Fox. 得到帕金森氏症超过20年的米高福克斯，伫所有来宾站起来拍鼓的声中，行起哩台顶。虽然脚步无啥在，依然甲好朋友热情的相揽。Because my optimism is fueled by my gratitude, and with gratitude, optimism is sustainable. I can't believe I've been standing here for this long. It's a miracle. Now I definitely can't walk and carry this thing, so I asked Tracy to once again carry the weight. 甲米高福克斯结婚34年的牵手崔西普伦也甲伊染条条。甲米高福克斯伫咧电视剧结缘，才结婚2年，米高福克斯就被诊断得到帕金森氏症。崔西一直守伫咧身躯边陪伴照顾，而且伊的病情是愈来愈严重。米高福克斯的登到未来是好莱坞辨识度上悬的时光旅行电影，经典的剧情让米高福克斯来到演艺高峰期。不过，伫咧29岁时阵，被宣布得到无法度治疗的帕金森氏症，人生变黑白。I was 29 when I found out I had Parkinson's disease. I soon learned that each patient has their own version of Parkinson's, their own story to tell. 对人生胜利做正称的演员，变做治袂好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米高福克斯经过7年，才有法度面对家己的命运。伫8年了，伊决定要公开病情。来自演艺圈甲亲友的温情鼓励，让伊决定要成立帕金森氏症研究基金会，用家己的影响力，希望会当为这种病带来治疗的希望。A physician, an astronaut. These are people with Parkinson's. 米高福克斯基金会成立22年，募款金额到大票465亿，
一直伫咧资助早期疗法计划，也有赞助相关的临床试验，为帕金森氏症疾病研究建立规模完整的生物样本资料库。It's great for the foundation to get this attention. It's the most august body in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提到伊个人第一座甲演技无关系小金人，米高福克斯承认是正大礼物。伫咧厝内人甲好朋友的陪伴下得到奖，这位下来会小巨人讲，也继续为家己甲朋友面对面膜。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瑞典有一间新创公司，因发展出一款新的产销方式，就是把农场设伫咧大卖场内面，伫咧大卖场内面种菜色，慢慢的就点直接卖掉，省一撮货运钱，毋那减少碳排，这菜阁真鲜。这200公尺宽的温室，也阁有咧成长的菜色。员工将不宜菜色搬到在市区，这个垂直农场，伊的地点正特别，就伫瑞典斯德哥尔摩一间超市内底。超市市场的菜色都是家己种的，为不宜到背后一手包办，产地都是卖场，省去运输的时间。每一项菜色收成的时阵，都用直接放伫架仔内卖。We're not farmers, we're an ag-tech company. So we have developed a solution for producing food in a hyper-local sense in supermarkets and restaurants and grocery stores. And we are doing it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 ones because we also produce the food all the way from a seed to a fully grown plant inside the supermarket itself. 是为国民瑞典历史成立3年外，以推地农场结合卖场的概念，陆续甲瑞典各地北京超级市场合作，用水性法将不宜菜色种伫农田严密顶悬，灌溉水加入作物培养液，菜色放伫架仔，白占土地，免用农药肥料，伫温湿度受控制环境之下，确保菜色采收量免烦恼天气无正常无收成。It's a safety for us to have it. You know, we know exactly how much we can produce every day. There's no ups and downs. There's no little to no, impac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on our production. 这科技农法合作部为不宜到采收，只需要4礼拜到5礼拜时间，平均1礼拜收成3摆。收的同时，就用装入地仔，加几步路就送去卖场内卖。一包菜色平均是新台币56块，比传统种的生菜沙拉只加出11块，改变过去推出农场，最近菜色珍贵的印象。And this one was pretty cheap, since all prices are really high right now. So that was my choice. 这种精准掌握正时甲产销数字，改变过去看天食饭的良性方式，也开新的销售通路。因大胆有言，这不只是日后的农牛产销模式，甚至会加速未来针对伊是其他星球的牛舍产制方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9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7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7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5度到22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4点咱再相会。